今天我的分享是关于这个近视跟散光的治疗的方案。我的中文不是太好，所以不好意思。我的内容已经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所以如果我说的不好，不好意思。啊、我们就这个治疗之前最重要都是知道患者的需要最重要是跟他们的年纪要看一看。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例如他们的工作爱好有没有驾车，还有这个比较看东西的处理是什么。我们都要看病人的眼睛的数据，根据他们的度数果膜的厚度、果膜低硬度，有一些情况我们都要做一些果膜的检查，例如果膜的深的离合的检查，还要看他们的瞳孔。我主要把这个治疗分在三个年纪，第一个年龄层就是18至40岁这个年龄，因为这个年龄患者他没有这个老化的情况。大部分中国人跟香港人都是比较近视比较多，所以大部分的近视病人我都主要做这个 SMILE 的手术去处理他们的近视跟散光。只有很小的病人他有一个远视，远视的话我现在都是做这个 LASIK，因为 SMILE 暂时都不能够处理这个近视。但是做 SMILE 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多年的经验，我们知道做近视的情况，我们需要把这个它的度数的 sphere，它要大概10%，如果不加大的话，它出去的度数是不准确的。所以如果病人他是500度的近视，在这个 normogram 之后，他需要数约550度，他会先有做的准确。啊、就是这个原因。虽然 SMILE 他说可以他做到1000度的近视，但是就是因为所以有加大这个 normogram，所以近视的情况，他只可以做到900度的近视。所以900度之后的病人，我比较选择做 ICL 这个手术。闪光的话呢，我所有病人做 SMILE 的闪光之前，我都会做一些 marking，去帮助这个 cycle torsion 的情况，因为眼睛它分起来之后，眼睛可能有个转动所以我所有病人如果多过45度的情况，我都会在这个 marking 之后，我们再做一些 cycle torsion。跟做近视一样的做 SMILE 的情况，如果做散光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散光分开做三个情况。大部分的病人都是以这个灰质的散光 with the rule。这个情况的话呢，我自己发现它的散光需要减少4%是会准确。如果它是 against the rule 还是 oblique astigmatism 的话，它不需要做一些 normogram 的 adjustment。但是如果散光多过500度，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就一定做 ICL 的。但是我们做激光手术，我们最重要是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一些有风险的病人，例如有这些角膜的问题的病人，我们需要把它screen out。但是我们做一些screening 的情况，如果一个数字，它的数字越高的话，它出现的 false negative 可能会越高。同样，我们如果把这个数字的 cut off 减小，出现这个假阳性的情况，智慧应该都会比较高一点。所以一个比较objective 的检查，我全部病人我都做，就是用这个 Pentacam 的 Belen Ambrosio 的 display，它比较简单。如果它这个数字是白色，意思它这个度数跟这个 population 只有小于1.6的 standard deviation，它就出现这个白色的数字，它就是安全。如果是大于1.6的 standard deviation，它会是一个黄色的数字。那么这个情况我们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果它是大概2.6的 standard deviation，它就会出现这个红色，红色就一定不会做的。但是一阵间我有些 example 给你，有一些医生做了之后，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的后果。如果一个眼睛这个数字是红色的话，你另外一个眼睛都不要做，因为这些追眼琢磨的情况它是不一样的两个眼睛。如果一个眼睛有的话，另外一个眼睛都潜在这个风险，所以这些病人不要做。这就是一个 Pentacam 的 display，它属于这个 format display。它这边有一个 Belen Ambrosio display，在这个右下角的地方，你看到是1.0度，它是白色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安全的 case，你可以跟它做激光的手术。
你看这个病人，你看到这是另外一个病人，一个眼睛，你看到他的anterior curvature map，它下面有一些地方比较 elevate 一点，应该不安全。看看他的 Bellin Ambrosio display 的数字，它出现那个红色，它是4.82，所以这个情况，这个病人已经有这个巨型的角膜，所以不要跟他做任何的激光手术。还是有一些情况，你看下来。你看到它比较的闪光比较多，它的眼睛的过膜差不多有350度的闪光。我们需要都 refer to 这个 Bellin Ambrosio display。这些情况我们看到它是黄色的2点以上，在哪么情况我们不应该做呢？这些情况我会跟他做应该一些检查，就是这个 biomechanics 的检查，就是这个生物力学的检查。因为如果角膜有一些病的话，这个 Corvus STC 另外一个 machine，它会 measure 两个数字，一个就是叫 CBI 的数字，就是它综合了不同果膜的反应出一个数字。因为这个仪器它都是跟 Pentacam 的公司出的，它会把 Pentacam 的数字跟 Corvus 的数字，它会综合一个数字，它叫 TBI，就是CBI 跟这个 Bellin Ambrosio display 的数字综合一次的话。它会再分析多一次，它都是用黄色跟红色来这个分析。所以如果看这个 CBI 跟 TBI 呢，因为它跟中国人的跟外国人有不同，因为有很多病人在中国做教师，所以已经有一些数据已经是optimize 或者是 Chinese，这是我们这是中国的病人，所以在这个仪器里面，我们都可以选择病人的国字，例如他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然后再来这个分析。所以这个已经有 CBI 跟 Chinese CBI and TBI and Chinese TBI，它比较起来有一些文章已经发现用这个 CBI 跟 CTBI，它比较没有用这个中国的 database 没有那么准确，所以如果我们看刚刚这个病人。刚刚这个病人他的 Bellin Ambrosio display，他的数字是黄色也是他应该是一个 borderline case。如果他看 CBI，他是不精选的，他已经过了0.5，0.5是是一个不精选的数字。这些情况呢，应该是不安全的。但是他 CBI 把两个数字综合起来，它都是一个精选的数字。所以这些情况呢，都是可以做的这个手术，因为这个 CBI 都是正常的。但是当然，如果有担心的话，就不用做了，因为这些近视跟散光可以戴眼镜去跟进。所以如果 when in doubt，如果你不肯定，就不要跟他做任何的手术，因为安全是最重要的。这是另外一个病人看他的Pentacam，你看都是应该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看了这个Pentacam 这个 Final D，它是黄色的情况。这个 Final D 它是有不同的 D 的数字出现，它有 DF、DB、DP、DT and DA，它有5个的数字，它综合起来。因为巨型果膜的病，多数都是由后边这个果膜的后边出现这个变化，所以你看到它有个 DB 的情况，它是不精选，它已经有地方拱起来了。如果我们用这个 Corvus 来做一个检查，你看到它是CBI 跟 TBI 都是完全正常的话，但是我们做激光的检查，我们的 gold standard 都是一个 topography，一个角膜的嗯角膜的数据是这个 gold standard。所以这些情况，虽然它的corneal biomechanics 这个角膜的生物的分析都是正常，这些情况我都不会跟他做任何手术，因为我觉得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也是情况你做了这个 Corvus 之后，如果两个数字都是正常的话，你都可以考虑做。但是我只是比较觉得安全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些情况他做不了 Smile，有其他手术的 ICL 其他手术他可以选择做的。那现在 Smile 呢，这个Smile 是用一个 Visual Max 500的仪器做，但是大概2年前多，香港已经用了 Smile Pro，但是 Visual Max 800，它比Smile 比较好，就是因为它激光时间更加快了
之前做 Smile 打激光需要差不多24至30秒的时间，现在大部分的做 Smile Pro 的情况只需要10秒的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很担心做手术这个激光的时候，病人眼睛入到他们眼睛有一些movement，所以这个颗粒它会这个颗粒刻不到的机会比较小。另外，它也都有一个 centration 的 alignment，它可以用这个 IOL Master 里面的 XY coordinate 去知道眼睛的 vertex 在哪里。另外，它都可以做这个 cycle torsion 帮助改善这个闪光，但是它都需要用人手做一些cornea marking。嗯，之前我有一些文章都分享过关于这个 suction loss 的问题跟如何的处理。在这个文章，我们都分析到，大部分的病人其实做 smile 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头10秒发生的，因为头10秒他一开始会看到这个路灯啊，如果要做到 smile 的情况，都知道这个路灯呢，基本上打激光的情况它是没有用的，它只是一个 fixation，在做打激光之前帮助病人看一个应该看的地方。但是当时当打激光开始的话，病人因为看得不清楚，他就会开始有一些担心，他眼睛的智慧会有一些移动。所以这个 Smile Pro 它有24秒的激光变到10秒，理论上已经可以减少50%这个 suction loss 的机会。因为我们这次分析的话，我们发现大部分的 suction loss 仅仅就在头十秒。所以如果激光只是因为这个 smile 的情况，我们分析大部分的 suction loss 都在10秒之后，所以如果激光的部分已经只是不遇多个10秒，理论上 suction loss 的情况真的会小了很多。我做了都很多的 smile，我自己的 suction loss 的机会大概是1000个里面有一个。现在我都很稳，3次做 smile pro 暂时都没有一个病人有 suction loss，因为这个10秒真的会给我很多信心，病人他眼睛不会走动。另外就是做 Smart Pro 的时候，医生可以在这个仪器他关掉这个路灯。有一些医生他不会关掉这个路灯，因为他们已经关了做 Smart 的情况有一个路灯它在闪。但是我全部病人都会关掉路灯，我会叫病人看在这个路灯。当我们 apply suction 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你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个路灯了，你不用担心，继续看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开始激光，大概10秒进圆形，所以没有这个路灯，激光快了差不多2.5倍，快了有24至10秒的时间，给你病人更加多信心，给我更加多信心。另外就是这个 centration 了，我们可以再参考 RL Master 里面的 XY，因为 Smile 的激光它是拆是靠 size two 的，所以它的建议都是会用他们的 RL Master 里面的 centration XY 去帮助我们知道这个瞳孔的中间在哪里。我自己都会用这个做一个 reference，但是呢，最重要都是教病人看在这个路灯，当你做 docking 的时候。啊、这个路灯呢，这个 docking 差不多圆形，它是会看到。我一次做 centration 的时候，我会叫病人看着一个白色的光圈，这个光圈我们做 docking 越来越近，我会跟他说，这个你会看到这个白色的光圈，它越来越近你的眼睛，你记住看在白色光圈中间里面。当这个 suction cone 碰了眼睛的过膜，我会跟他说，你现在会看到里面一些路灯。你看在这个路灯就可以了。之后我就帮他做一个 centration，最后就是一个 cycle torsion。啊、之前我说过，做 Smile 跟 Smile Pro 一样的，都需要做这个 cycle torsion 的 marking，因为它不跟我们做白内障的情况，它不会 recognize，它不会知道眼睛的表面的血管，看不到这些 blood vessel，所以都需要 mark 在你的果膜0跟180。但是跟 Smile 不同，Smile 我们会用我们的手去移动这个 suction cone，然后把跟0至100放在水平线。但是做 Smile Pro 的分别就是我们是用一个 joystick，它去移动激光里面的情况，所以跟Smile 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如果有太大的移动做这个 cycle torsion 做 smile，病人眼睛会不舒服，因为已经有一个 suction 刻了眼睛的表面，你移动他的眼睛，他有时候会不舒服。但是在 Smile Pro 这个 Visual Max 88里面，我们是用这个 joystick 移动，这个激光打进去的位置，所以会比较病人会舒服一点。但是做出来的效果都是一样，因为它都是用我们人手的 marking 去做。这个 Carl Zeiss 说之后，他的 software 应该不需要再做这个情况，但是已经等了已经2年了，所以暂时都没有这个 update 了。另外就是激光里面的 setting，每一部仪器的 setting 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用越小能量越好的我自己用的能量是22，但是呢，如果激光能量比较小，你需要打激光的 spot distance and track distance 都要比较小一点，但是你打的越短，你需要激光的时间越长。但是因为 Smile Pro 的激光已经很快了，所以我能就用更加小的能量去打了一个比较美的激光，但是都可以保持着10秒之间。所以因为用越低的能量的话呢，它打出来的激光它表面会更加平滑，所以病人第一天的康复会比较更加好。应该就是你做这个 optical zone 的选择，你应该选越大越好。当然呢，越大的情况你需要打造更加多的果膜，所以都是一个平衡。但是呢，一定要带过它的昏暗瞳孔，就是所以就手术之前我们要量到它的瞳孔要多少，就是这个 scotopic pupil 的 size。如果可以带过它这个完全把灯关掉，这个瞳孔比较好。但是有时候如果带不过的话呢，你都一定要带过它的 mesopic pupil，就是这个昏暗瞳孔0.5。这个情况会减少它术后看在这个灯这个远光的情况比较小一点。另外有一些病人，如果他的果膜真的好的话，你都可以选择把这个 optical zoom 调的这个更加大。虽然这个 Carl Zeiss 建议，如果你用的 small cone 这个 S cone，你最大应该是打7mm，但是你可以呢，在这个 machine，你告诉他你用一个 M cone，但是你都你都用一个 S cone 去做，你告诉 machine 用 M cone，但是你用 S cone，你可以比较大一点。为什么不用 M 控？因为 M 控这个 suction loss 的机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呢，你可以用 S 控就带到7.1、7.2都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我自己很少情况用 M 控，我应该用了差不多1、2次就做了差不多有1万个手术，都很少用 M 控的。刚刚我说过有一些情况，如果你觉得不安全什么是不安全？果膜的地图它有一些情况比较窄盖 borderline 另外这是果膜的厚度了。虽然我们说这个鲸鱼的果膜厚度大过250已经安全，但是250至260中间，我自己都觉得这个是 borderline，因为每一个仪器它量到的果膜的厚度都有偏差。所以我给一些 buffer 我自己。另外就是这个总厚度，就是跟你的做 smile 你会选择一个 cap，大部分我都是用120的 cap，所以120加200加这个加进去这个 residual show thickness 就是380，在这个情况350至380我都是觉得是 borderline。这次情况我会考虑做这个 smile extra 或 ICL 的手术。当然有担心就做 ICL，因为 ICL 你不用担心眼睛果膜会变形这个问题So 你可能说这个 Smile Extra 是不是能够预防这个追眼过膜的病吗？有一个研究，它分析了差不多7000多个眼睛他们7000多个眼睛里面有10个眼睛，大概0.15%的病人出现这个追眼的过膜。然后在这个10个眼睛里面，全部都是做 smile 的，所以这个研究它的 conclusion 就是 smile extra 就是很安全，因为全部一些 borderline 的 case，它做了 smile extra 都没有出现这个追眼果膜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它做这个10个眼睛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ataxia，为什么这个
这10个眼睛会出现这个救援果膜。你可以看到这个10个眼睛里面已经有5个眼睛，它的 final D 这个数字已经大过蓝等路。我一开始已经说大概蓝等路，你不应该跟他住，他们都住了，所以当然会出现这个情况啦。所以如果你跟我的方法去做，这5个病人你已经不会做它，所以不会出现。另外这2个病人，你看到他的精油的果膜厚度只有251，我都说过这些病人你应该跟他做 Smile Extra 或者 ICL。另外一个病人，你看到他的 TBI 的数字是0.99，0.5指1是正常，是不正常的，他已经0.99，所以这2个病人，如果你跟我的 screening criteria，你都不会跟他住，所以我如果在分析他们有7000多个病人，有10个出院，如果你用我的方法去做，你这7个病人你都不会看到，但是没有 screening 是100% 安全。你看了还有3个病人，就算我跟他检查，我都会跟他做这个手术。第一个病人你看到他的年纪，比较这2个病人他的年纪都比较厚，比较年轻，19、20岁。另外一个的病人，他的果膜的厚度仅有264，所以这个顺序我就是想带出不是用了这些 screening，你就是100% 安全做这个手术。任何病人做这些激光手术，你都要跟他说，都有一个很小机会可以出现这个赘眼过膜。还有，因为我们这些 screening 只是一些 index，有一些情况根本都跟这个 index 不一样的。例如就是譬如年纪比较年轻啊，眼睛有一些创伤，他比较住院比较多，还有就是比较深圳水，这些都是比较高风险的病人。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100% 安全，所以如果我们做手术你不肯定它是安全，你就不要跟他做了，因为我们做手术就是想帮病人不用戴眼不需要戴眼镜我们不希望他出院，因为这是手术出现这些病。但是我们应不应该全部病人都应该做 Smile Extra 呢？当然不应该了，因为做 Smile Extra 比较 Smile 的，它做出来它会比较过脚一点，overcorrect，它的字会比较多一点。另外就是它康复都会比较慢一点的比较 Smile，因为这个 cross linking 都需要用些药水，一个特别的灯，这些情况都会改变这个果膜的一些 property，令到它出现一个情况。另外就是做 Smart Extra 的方案有没有分别当然有分别了，每一个医生都可能有些不同。我之前有一个研究都分析了，如果用太多能量的话呢，有这个 LASIK 的情况，它的康复比较久一点。所以我在我们的激光的手术里面，我自己做 Smile Extra 的情况，我就是点一个药水，把它咳嗽大概60秒的时间，然后我会用这个灯，它都叫60秒，用这个 energy 就是30的，这个是我用的方法，但是每一个医生都不同。现在我都做了很多，我自己选择的过案都很安全，做了 Smile Extra 都真的没有看到病人出现这些ectasia 的情况。另外呢，现在我会不会做 LASIK 了我现在都基本上都很少做 LASIK，因为我只会做在一些原始的病人。为什么真实的病人我不做跟 LASIK 了？因为我觉得 Smile 它出现这个 regression 反弹的机会比 Smile 更加高。另外就是它出现住院果膜的风险都是更加高的，所以我暂时看不到 LASIK 做这个真实有什么好的地方。当然呢，这个问题 Smile versus LASIK 谁是一个完整的标准，都有很多讨论这是一个我刚刚看到的 editorial，在这个Eye 的 journal 里面有一些不同的专家，他们会说，一些是 Yes Smile 是 gold standard，有些都会说 Smile 不是做激光的 gold standard。但是我可以给你分析我自己对 LASIK 的看法的提法如果因为 LASIK 它可以矫饰根式比 Smile 多，但是如果需要那么深的针式，我做 ICL，我觉得已经比较更加好。
很多人说做 LASIK 就这个闪光会比 SMILE 好一点，因为它可以做一些 auto 的 cycle torsion adjustment。但是我自己比较，我人手做出来都比较准确一点。当然，做LASIK 它比 SMILE 更加容易做 retreatment 啊，因为它可以做一些 enhancement 比较简单，这个是真的。但是做 enhancement 真的是很少的，小于0.5%的病人做完 SMILE 需要做 enhancement。有一些分析他会说做一些 wavefront guided 还是 wavefront optimized LASIK 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效果。这些都是在 debatable 的情况。但是我都觉得 LASIK 第一天的康复是比 SMILE 更加快，但是到了一个星期，真的分别不太大了。当然呢，SMILE 暂时都做不了这个远视，所以都是在 LASIK 做远视都是 gold standard。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 LASIK 就是它会引起一些 dry eye 比较多一点。之前我有一个 paper 跟我的团队都分析过，做SMILE 之后的 dry eye 比 LASIK 更加小，因为 SMILE 的伤口只是一个2mm 的伤口，LASIK 是一个很大的伤口。它会因为这个果膜它有一些 nerve 它从周边走上去，因为这些激光会把这个 nerve 它 cut 了这个 nerve 之后，它康复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做 SMILE 出现眼干的病人会比 LASIK 更加小一点。那么时候我会做 ICL 了我都是跟这个美国的标准做到45岁了。我知道这个澳洲、中国可以做到60岁，但是我都还没有做过一个病人大概45岁就做 ICL 了，因为45岁我会做其他的手术。当然了，前方一定要够多过2.8美国需要多过3，但是我自己都做了很多病人低于3，但是一定要大概2.8有一些医生他可能2.77都会做，我自己就没有做了，因为我就是说安全是第一。如果他做得了 SMILE，我都会给病人 SMILE 这个选择，我都当然会尊重患者的选择。有一些病人他两个都做他可能会选择 ICL，可能选择 SMILE，他自己确定了。我真的两个都给他分析。但是如果他做的 SMILE，我都会给他说 SMILE 比较简单，你可以选择 SMILE。当然，如果你觉得 ICL 比较好，你都可以选择。啊、有一些研究它都分析了如果度数比较深，SMILE 还是 ICL 比较好一点呢？基本上过了6个月的情况，它真的没有分别了。头6个月 ICL 做出来度数可能比较准确一点，看东西比较清楚一点，但是6个月之后，所以没有太大分别。所以我刚刚都说了，如果他真的做的 SMILE 的话，我都给他选择了，你自己可以选择 SMILE，自己选择 ICL，我都不会责备叫他说，你应该做 ICL，因为 ICL 真的在这个数据上面，它不是比 SMILE 做的更加好，是一样的。这个 ICL 我知道在中国还是只是这个 V，它是没有 EVO Plus 这一个 ICL，它跟 EVO 这些唯一的分别就是这个它的 optical zone 比较大一点，但是分别都真的不是太大的，好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啦。如果有一些情况根本都它的度数因为 EVO 的度数可以比较深一点。当然，如果这个病人他度数没有那么深，我都一定会叫他做这个 EVO Plus，因为它的 optical zone 比较大一点，理论上在这个晚上的视力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的。但是都是啦，如果他的度数做不了了，我都只有给他做这个 EVO，但是做出来看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 ICL 比较特别之处，有一些研究它分析了，它出现 ICL 比戴眼镜呢，它这个 contrast sensitivity 这个敏感度的，它会比做手术之前比较好一点。有一些病人他都会觉得做完手术比戴眼镜、戴眼镜比较清楚一点了，做这个 ICL 手术。刚刚我说了这个 EVO 跟 EVO Plus 有没有这个分别的做出来？有一个比较小的研究它比较这个 EVO 跟 EVO Plus 它有一个眼睛做了EVO，另外一个眼睛它做了 EVO Plus。他会问这些病人，但是都只有19个病人他问他们你两个眼睛看一个光点有没有一个眼睛看得好一点呢？有一些大概有34%的病人他觉得有分别的，
然后他会都说这个 V5 Evo Plus 他会比较看得清楚一点，但是这个研究都是很小的，只有19个病人啊，所以呢，我已经刚刚说了，真的 Evo 跟 Evo Plus 虽然中国还是没有这个 Evo Plus，但是呢，做出来真的不是差不太远的但是当然如果有一些病人他他有的选择，当然 Evo Plus 不比我都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ICL 跟这个激光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激光它一定这个果膜，它一定要是一个 regular 的 cornea，它是可以做到这个激光。但是 ICL 呢，有一些病人他的果膜不平滑，例如他已经有一些疤痕，例如有一些做了这个眼睛果膜的移植还是有一些病人他果膜有病，例如有锥眼果膜keratoconus 这些情况，他都可以做 ICL 的。我自己都有一个 paper，我们写了什么情况，如果有一些病人他做完这些果膜移植的话，他有很多闪光，很有度数，你都可以帮他做这个 ICL 了。我自己都有做过ICL 在这些锥眼果膜跟这个做完眼睛果膜移植 cornea transplantation 之后，当然了，做出来的效果没有那么准确，但是因为这些病人他有很多不规则的闪光，他度数很差了，他们做完全部都是很开心，他们说真的没有看得那么清楚，没戴眼镜。但是呢，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 ICL，你不应该开始就在这些病人做这个手术。虽然他们的 expectation 不高，但是你做出来的效果呢，一定没有做 ICL就是正常果膜的情况那么准确。所以一开始做一些病人正常的个案，慢慢有信心可以考虑选择一些 off label ICL 它不建议我们就用这些它的床不建议我们用 ICL 做这些果膜，但是如果你在它过门它订多的一个镜片，你都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病人这个果膜有病的，它都只是会收集这些 data，知道有多少医生会在一些不正常的果膜做这个手术了。但是因为这些病人，例如我们做完果膜移植之后，它的细胞比较小一点所以呢，做手术你要比较更加做得比较更加好，先选择做这些这些 cases，因为如果做了这些 case 做得不好了，它的果膜已经不好了，然后更加出现更加多问题，所以这些情况需要比较小心一点另外，这个 ICL 呢，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 sizing 它不跟我们做白内障这个镜片一样，它有4个不同的 size，然后真的有很多方法去选择不同的 size。有一些医生他会用这个 UBM，有些医生他会用这个 anterior segment OCT，他会量多一些不同的数据去选择一个适合的 size。啊、我自己都跟病人说，这个 size 真的是比较 unpredictable。虽然呢，OCUS 是唯一这个 FDA approved 的方法去这个 size，但是真的有差不多50个，还有2个病人他的 size 都是错了，你错了都是比较大一点。我自己出院错的情况都是比较大，比较小病人的 size 比较小一点。这个 OCUS 是它需要，如果你有做过 ICL 都知道，你只需要选择病人的AC anterior chamber depth，它的果膜前方的深度，跟这个 white to white 的 diameter，它就会选择一个 size。但是呢，大部分仪器测量这个前方都是差不多一样，不太大分别。但是用不同的仪器去测量这个 white to white，真的是很有大不同的分别。有时候我们用人手的 caliper 去量的，我的诊所有不同的仪器如果一个仪器叫 Cirrus，它一定躲出来比 Pentacam 更加小。IOL Master 是一定，如果你跟 IOL Master 选择，你一定会错的，会错的很，会错到很严重的错。Cirrus 跟 Pentacam 我全部的 Cirrus 数字都是比 Pentacam 更加小。
如果你发现一个情况，你不知道选一个小一点还是大一点的，你一定选择小一点，不要选择大一点。因为第一就是你选择小一点呢，这个 ICL 的 volt 它永远不会是零的。现在这个Evo 跟 Evo Plus 这个 ICL 已经中间有一个小红，这个小红基本上出现这个白内障的机会已经会比之前小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不太担心这个 size 比较过小。唯一担心就是如果的闪光比较多，过小的 ICL 有机会它会有移动，有影响到这个闪光。但是如果 ICL 的 size 过大了，真的会出现很多问题来了。我自己都遇见过，也是过大，我自己的病人 ICL 过大的。他第一，你会担心他出现青光眼的情况，你会担心他这个前方很小，都会这个眼睛的压力比较过高，应该都担心这个果膜出现退化。所以呢，如果你如果做出来的数据在两个 size 中间，你一定揀一个比较小一点。应该就是虽然 ICL 有不同的 size，我自己做了大概基本上都可能得一两个需要用这个13.4，差不多，这些病人他的 size 都是比较过大一点。有一些研究都分享，做13.4都差不多一定是过大了。所以之后呢，如果做了一些检查之后，他建议你用13.4，你不要用，你用小一个，因为13.4都差不多一定是过大的。另外你可能说为什么我不做这个 UBM 我为什么都是用一些 white to white 呢？因为如果我选择用了 UBM 做出来有问题的话，我不能够跟病人说，这个 UBM 有一些研究是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因为呢，我们香港都是跟这个 FDA 的医生比较多一点，而 FDA 都是跟用这个厂商的方法，就是 OCUS 方法，OCUS 没有这个 UBM 的数字，所以如果我用厂商的方法做了出现这个问题，我都可以跟病人说，我已经根据美国 FDA 的方法跟你选择一个镜片，但是你的 size 都是过大还是过小这样跟他说，他会比较容易接受我的解释。嗯，另外就是我当然已经跟做手术之前都跟病人说过了，这个 size 是一个比较 unpredictable 的情况，所以大家真的有机会需要更问的。另外就是这个ICL insertion 的方法了。厂商会说你把这个 viscoelastic 打进去这样做，但是不要这样做，因为呢很难把这个 viscoelastic 抽出来。很多时候住院当天这个晚上，病人已经会眼压很高，他会很痛，他会找你的。所以呢，你可以不用这个 viscoelastic 啊。你一开始有一些文章都已经 publish 过这个方法是如何做，就是你只需要把一个伤口2.7mm 的伤口，然后把 ICL 放进去，然后现在放这个 viscoelastic 在这个镜片上面，然后会很容易抽出来的。所以这个方法我都是用这个方法做，从来没试过第一天眼睛压力比较高，这个是一个很安全的方法。因为如果你跟这个 manufacturer 的意见放了 viscoelastic，真的是很难抽出来，真的会出现问题。另外一些医生呢，他完全不用 viscoelastic 这个方法，我自己都没有试过，但是因为我大部分的病人都有这个散光，我需要做这个 rotation，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病人他不需要这个散光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法都是好的，但是他都需要开3个他都需要开多2个伤口去做。因为如果用我们单一个，如果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只需要开一个伤口，已经可以中续了。从一个伤口，我们放进镜片，做一个镜片的调位。另外，这一个方法它需要3个伤口，因为它需要有2个伤口做这个 infusion，把它放进去 ICL。然后我觉得没用这个 infusion 的话，你移动这个镜片应该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不需要做散光，这个都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法。另外，我一开始都说，只要是我们就要分开3个年纪，第一个年纪都是过了40岁，这是因为他们出现老化了。嗯，
老花的方法呢，我们都可以考虑用这个激光，用 SMILE 做的，就是做这个monovision 这个单眼视力，就是这个主力眼睛，把这个近视眼去掉了，另外一个眼睛近于大概50至150度，视乎病人的散光有多少。这个方法做 monovision 用 SMILE 的话呢，有不同的文章都有做过了，但是呢，它的 satisfaction rate 不是100%的比传统一个没有老花眼做出来，它的满意程度比较低一点，所以我都有一些过了40岁的病人他是去用老花如果我跟他做这个 SMILE 用 monovision，我都跟他说你都有一些情况都需要戴回这个眼镜的，因为用 monovision 用这个 SMILE 的方法看都是不是有时候病人会觉得那么不清楚，所以他的 satisfaction rate 给一些没有老花眼镜他会比较低一点的。应该就是 ICL 都已经有录到这个 ICL Viva 刚刚香港我先开始做，所以现在我的经验都不是太多。但是这个有一些文章它都分析了，如果你看它的 defocus curve，你看到大概看到40 cm 的时候，大概-1.5的情况，它的视力只有0.2的 logMAR，所以这个 ICL Viva 它是一个 EDOF 的镜片，它看近距离的视力没有戴眼镜那么好，但是都是给病一个选择。但是他看远的距离，他会比 ICL 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都是刚刚开始用这个镜片，因为香港都刚刚大概几个月之前，香港是这个有这个镜片。所以我经验都是不是太多，但是我都感觉看远的东西，他们给ICL V4、V5是没有那么清楚，遗憾看的东西都没有眼镜那么清楚，所以都是这个比较深的技术，在这个 PubMed 都不是有太多的 data 关于这个镜片的。那么时候我会跟他做这个 lens exchange，过了50岁一定会征问这个镜片的，40至45你都可以考虑跟他说，你可以考虑做激光，考虑做人工晶体的。在做人工晶体的话，你真的可以考虑做这个 monovision，用一些我们叫 enhanced monofocal 的镜片，它叫晶感型单焦点。因为它比这个单焦点不同的话，它看这个中距离都比较好一点的。所以我发过都很多病人，我都用这个方法跟他问镜片一个眼睛都是把它圆群去都没有近视另外大概另外一个眼睛就是100至150，视乎病人想看肯东西需要的要求有那么多。如果病人是近视的话，它救援效果是都很好的。远视的话呢，比较小病人可以接受 monovision，所以这次情况我都是做 multifocal 比较多一点。我都有一个文章分析这个 monofocal 跟这个单焦跟正可型单焦有什么不同。它看远距离是一样的，但是看中距离跟长距离比较近的距离，它的视力会比传统好1.7个 logMAR line，所以用这个镜片来做 monovision 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副作用跟一个传统的单焦是一模一样，但是它去看近距离比较好一点的。有一些研究都分析了用这些增强型单焦点做这个单眼视力跟多焦点做出来的效果，基本上都是可以做到一样的所以这个效果真的比想象更加好。如果你不多用这个单焦视力，你真的可以考虑用这种镜片因为它真的跟这个单焦是不同的，它看近距离跟中距离比较好一点。另外一种镜片，它叫EDOF，这个Extended Depth of Field Lens，它是这个延长景深它的镜片，但是它是看的近距离都是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它看远看中是 OK。所以如果有些病人他虽然是这个老花的情况，你都需要做这个 monovision 所以都需要做这个单眼的视力，但是不需要近于那么多的近视，50至45度都是可以。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会都觉得这个 contrast 比较单焦点是没有那么好的，它都有很少很少的
只会出现这些远光的情况，但是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驾车的情况。但是另外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这个镜头比较贵一点，有些病人他负担不起啊，所以这个 mono 用这个金砍银的单焦弹是一个比较很便宜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个老化的效果，做出来效果都非常好的。这都是一个刚刚出的文章，在这个 AJO，它都比较用这个金砍银单焦弹做 monovision，比较用 EDOF，做出来都是一样的啊，看远距离、中距离、近距离都是一样，所以这个虽然有不同的镜片啊，EDOF 啊、multifocal 吹去老花，但是这个金砍银单焦弹做这个 monovision 是真的一个都很好的选择方案。啊，当然我们都可以考虑选择多焦点，但是多焦点呢，你做手术之前有很多东西要跟他做，一定要做这个 cornea topography，看看它会不会一些这个光膜地图不正常。有个数字你可以参考，就是这个 high order aberration。如果它大过0.3，你一定不要跟他做，他做出来的效果会非常之差的啊。有时候有些病人住院 LASIK 啊，他之后这个 HOA 很大的，不要跟他做，你一定会出现问题的。住院之后，一阵间我说可以如何找到这个数字。另一个就是 Cot mu 跟 Cot alpha，就是我们看眼睛这个距离中间的位置在哪里，都是开在一只 Pentacam 里面可以找到。当然呢，如果有病人他有青光眼黄斑，不要跟他做。做 multifocal 的话呢，你一定它也做出来是 plano，如果不是 plano 有正视的，它都会看得不清楚。所以如果你的 target 选择不了 plano，你可以揀這個第一個樣式啊，它做出來都會比較好。我應該會更多分享關於這一點。在 Pentacam 都比較簡單，用這個 cataract pre-op display 已經會找到我剛剛說這個 Cot alpha、Cot mu 跟這個 high order aberration 做哪呢？所以大個0.3不要跟他做這個 high order aberration，一定會出現問題的。因为做 multifocal 的话，你一定要跟他说你有可能出现什么的问题。这是第一，你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远光；第二，就是你看东西没有之前那么清楚。你如果想做 multifocal，你一定要能力跟他更换这个人工晶体啊，因为真的有病人住院不开心，你跟他拿翻出来，他就会开心了。当然啦，你只会处理的，他住院之后没有这些远光，看东西清楚，但是他就是戴上眼镜。所以如果你不懂做人工晶体更换的手术，你不要做 multifocal。如果不是的话，这些病人会一定不很开心，你一定没有办法帮他。但是不需要那么快做这些 exchange，因为大部分病人他是真的慢慢可以适应的。但是你都不可以太长时间不太做，因为这个都拿出来的风险比较高，所以我大概会给他大概4至6个月的情况，等到很大的脑部慢慢适应这个情况。当我们做这个 exchange 之前，你一定要排除其他原因，就是精余的度数，会不会有这个后脑膜后方 posterior capsule opacitation，还是有一些眼干的情况啊？另外就会不会这个 IOL 你放的不准确？一定要排除这些情况啊，给了大概4至6个月情况，你先跟他做这个 exchange。外国都有一些医生他会用另外一种多焦的，我就没有这些经验，我全部跟问都是问了一个单焦啊，因为我只是想他处理这个远光的问题，令他看东西看清楚。香港的病人应该他可能生理上都不想再做第三次手术，因为如果我跟他跟问另外一个 multifocal，他看得不清楚，他又再跟问一次，一定是会非常之不开心的。就人工晶体，你一定度数一定要准确有不同的仪器啦我自己都选择用这个 RL Master 700，因为我觉得它是比较准确一点。另外就是你要选择一啲比较新一代的人工晶体选择的方法，例如Barrett Universal、Kane、Evo、Hill、RBF。另外就是你做出来，你就要 audit 自己的情况。如果你发现你做出来全部都是颜色，全部都是正式，有一个偏差，你要 optimize 你自己的 A constant 这些新的方程式全部都是免费的，你可以上网已经会找到它。一个我觉得比较方便的，就是用这个 ESCLS 的 calculator。
你只需要把你的这些 biometry 的数据放进去，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它就会统一出现不同的 formula 记出来的方法。比较高一代的 SRKT 真的是不准确了所以真的不要用这些 Go 的 formula 你至少都用这个 Barrett Universal 啦。当然有其他都比较好的 formula，就是 EVO KRBF，这些 formula 都在这个 ESCRS 的免费的 calculator 已经会全部给你了。所以不要用单一条 formula 也参考不同的 formula。另外就是你的 target，我刚刚说你不要给他任何的正式，因为有25度的正式，它影响到看远距离会比远视比较多。这个是一个研究，它分析出来，如果越比较远视跟近视，近于真视的效果会比较更加严重的，所以呢，一定要 target plano 还是the first pass 第一个远视。就但是如果你是做 monofocal 的话呢，还有一些真视的话呢，他会看近距离他看近距离是比较好一点，但是做 multifocal 不是的。如果病人近于一些真视，他看全的距离，他不会看得那么清楚，所以做 multifocal 一定不要 target 第一个 first minus，一定要 plano 还是第一个 first plus。这是就是一些病人住院他不满意的程度，越多正是他不满意的风险更加高。但是如果是近于远视的话，他不满意的程度是比近视更加小。所以这是刚刚我说为什么你 target 一定要是 plano 还是第一个远视。我刚刚都说了很多人工晶体了医生会为病人选择不同人工晶体，但是这个研究就是他们自己医生，你会为自己选择什么人工晶体？你看到大部分医生都会为自己选择一个 monofocal 这个研究他都问了差不多300多个眼科医生，差不多有1/3的眼科医生都从来没有放过这些 multifocal 的镜片，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要 interesting 的研究，因为都是他一个 survey 问他们自己会放什么惊喜给自己另外就是我们不应该同一天做两个眼睛呢？我自己呢做 multifocal 就一定不会同一天做两个眼睛。如果他的度数不多的话，我甚至我给他说你慢慢适应一下了，你觉得 OK，我是跟你做另外一个眼睛但是如果他的针是比较多我会大概叫他等1至2个星期了观察一下，如果 OK，我们再做另外一个眼睛了。如果他的度数比较多一点的话你有1000多的针是，我可能明天跟他说，我都不会一天做一个眼睛了因为我香港比较小病人来诊所的比较方便所以我最后来一个总结一个 summary 我们做这些矫视近视散光安全是最重要的因为近视跟散光可以用眼睛去处理大部分的病人18至45岁眼睛过膜是正常的可以给他做 smile， 如果是近视的话有些病人他做不了 smile， 因为果膜不够好这个眼睛过膜低音图不正常可以好的选择 ICL。另外就是如果病人他分是 ICL 跟 SMILE， 他自己喜欢做 ICL， 可以给他做。这个经温人工晶体的，我40岁都会跟他做。我最后生的病人就是40岁了因为他很深真实他的度数很深，他有老发，他想做更温晶体。40岁已经有老发都可以做了当然啦安全是第一因为比较年轻做的话呢视网膜脱落的风险都是比较高。当然这个有跟他说。用这个 refractive lens exchange 很多选择，你可以用这个金强型的单色点做这个 monovision，还是用这个 EDOF 去做 multifocal 都是可以，但是一定要跟他说可能出现之后的问题，远光呢这个 contrast 要那么好，另外就是你一定要能力跟他更问这个镜片，最后就是不同镜片它有不同的费用，所以病人都有这个是比较 practical 的 issue去病人自己选择今天晚上的分享我就完结了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了啊。
尹医生好，我现在看了一下后台啊，我们现在是并没有收到有同仁提供任何的问题。那因为今天尹医生您的这个 PPT 有70页，我看了一下，也是内容其实是非常详细的了。那我们的相关的这个研讨会的录像呢和这个 PPT 都会在未来的几天，圣诞节左右会上架 Cyberset 的图书馆。到时候如果各位同仁今天听完以后感觉还有问题啊，或者想重新查阅一下的话，到时候都可以去我们的图书馆去重新看一下录像，包括说看一下尹医生今天晚上用的 PPT 来帮助自己消化这些知识。那最后的1分钟，我们就请尹医生做一个 ending note，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研讨会了。好了，很多谢大家今天晚上听我这个分享，希望我这些分享可以帮助你们的病人他改善他们的近视跟散光。最重要就是安全是第一。你看到我自己都戴眼镜，大部分眼科医生都戴眼镜所以戴不戴眼镜改善近视跟散光都是病人自己的选择，都是他们觉得戴眼镜可能那么不方便。所以方便是一个选择，但是最重要都是安全的所以一定要做好一些 screening，减少出现这些并发症的机会率谢谢大家今天参加这个研讨会，谢谢。